OK， 1、2、3。人生於世上最緊要個家，一生種下人比情。早上落田共我雙手創豐收，晚來閒話句句溫暖。簡單的快樂，可否再續言下半生？你的發財大路，可否不進入我家？香港共發展，也可以共存，只需這路不兜進我家，這營營樂土可不變。我仲有一首團結嘅歌曲好嗎？一齊唱啊！團結歌好冇啊？好，1、2、3，看這團結就是力量，看這就是力量，看這就是力量，我們團結是力量。多謝晒，辛苦晒今日嘅傳媒同埋今日嘅來賓，今日又曬，好在今日啲風都體諒下我哋，唔使咁辛苦，有啲風埋嚟。仲有咧，一開始就開始陸續 ，OK。咁麻煩大家咧，而家開始咧就聽我嘅指示咯。咁咧就因為人數好多啊，咁大家咧就唔好隨便喐啦。咁啊，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感激同埋多謝你哋嚟到菜園村。大家都期望今日嘅菜園村唔係你哋最後嚟一次，用你哋雪亮嘅眼睛同埋親切嘅眼神望一望我哋菜園村80歲到8歲，甚至係8個月大嘅 BB， 好唔好啊？我哋一齊代表菜園村歡迎你哋，多謝。我首先咧，多謝各位同學各位朋友，熱頭咁細咧，到嚟支持我哋菜園村，同埋各位差人嚟到指示我哋交通。我哋菜園村咧就好多謝你哋支持我哋，同埋議員仲有各方面講唔到咧，就千祈要原諒我哋菜園村，因為我哋咧喺呢度咧就住咗好耐㗎啦，好，咁我哋咧其實多謝你哋之餘咧，其實今日大家都知道你哋係嚟呢度咧千人路撐菜園村嘅。喺1年裏邊，從舊年開始，我哋菜園村嘅村民同埋你哋一樣，做咗好多嘅第一次，包括我哋第一次上街，係咪？包括我哋第一次去立法局，包括我哋第一次俾警察攞一捉，包括我哋第一次咧俾一個立法局嘅公安捉，所有嘅第一次都係構成今日嘅第一次，就係千人路撐菜園村。所以呢個第一次係好重要嘅，係擁有好多血同埋汗同埋淚水喺度嘅。你哋企喺度一定唔會白企嘅，你哋要忍耐，同埋一陣間影相嘅時候要安全。我請我下一個村民咧 Chimmy， 佢係我哋第3代嘅，佢同你交代少少佢嘅心聲。我哋村入邊嘅老人大多後戰後第一代嚟到新界務農嘅青年男女，佢哋幾十年嚟一直低落頭喺田裏邊默默耕耘，將石崗河兩岸廢棄嘅石頭地開墾成為良田、修屋、鋪路、建家園。由當初寄人籬下租地耕作，到慢慢建立屬於自己嘅兒孫滿堂大家庭。大家庭之間有連結緊密嘅社群。從前佢哋大多信心不足㗎，佢哋忍受住周圍原居民嘅冷言冷語，對住官字兩個口嘅政府不敢吭聲。呢1年嚟，沉默咗幾十年嘅佢哋，終於開咗口，開始講出自己嘅故事，講出非原居民喺農業社群點樣喺60年代起承擔咗香港糧食生產種植嘅故事，係
呢一段係從未被認真探究嘅香港歷史。呢一年嚟，菜園村老村民衝破咗寮屋居民嘅負面標籤，重新認識自己，亦都要香港重新認識佢哋不遷不拆嘅口號，因而喊得更加實在同埋有力。好，多謝村民，我哋再請我哋第3個村民，你哋一定會認識佢㗎，因為佢唔會傻 K， 佢帶埋佢嘅另一半住喺呢一個咧人間天堂嘅地方，阿唐。不一樣的年青人創造不一樣的結果。係，大家好，我叫阿唐啦。我哋呢條村嘅年青人咧，咁喺1年之前都仲對不遷不拆呢個爭取咧，就愛理不理嘅態度啦，前啲。咁因為我哋一直都享受好多人夢想、一直想住嘅環境啦，同埋享受住我哋大家庭嘅幸福啦、嘅安穩啦。咁我哋一直都唔知點樣去形容呢啲嘢啦，所以就冇咁刻意講出嚟啦。咁但係呢1年裏邊咧，我哋學識咗去欣賞上一代人嘅努力啦，佢哋嘅成果啦。咁我哋就開始去問點解其他人都將啲農地改裝成為呢個廢車場同埋一啲嘅貨倉，但係我哋仲要堅持保留呢啲土地去種呢個菜同埋蔬果，繼續去攞出去賣啊！咁呢就係我哋上一代人所講嘅桃李不言，下至城溪嘅經營成果啊！亦都係近年流行起嚟嘅可持續發展生活嘅一啲嘅典範啦。而家我哋菜園村嘅年青人已經不再沉默啦，佢哋好大膽企出嚟，大聲嗌不遷不拆呢樣嘢。唔單止係保護咗前人千辛萬苦建立嘅家園啊，亦都係為咗呢個咁美好嘅地方繼續可以留低，同埋呢一啲係我哋呢一代人嘅責任啊。係多謝。請大家聽住我問以下嘅問題可以嗎？有好多記者問我哋，你哋要幾多賠償先至肯放棄不遷不拆嘅要求？唔該，你幫我答啊！你哋要幾多賠償先肯放棄不遷不拆嘅要求？你幫我答啊！我哋唔要賠償，我哋係要菜園村。唔要賠償，要菜園村。希望政府要菜園村。可以啊，唔該。唔要賠償要菜園村。可以啦，可以啦，唔該。OK。嚇。可以啦，唔該晒。呢個問題嘅目的，只係消磨你哋，唔係淨係我哋，消磨完全香港人對合理、對公義、對可以持續發展嘅堅持，而去追求咧呢一個市儈嘅深淵。所以我哋點解要為呢條富貴鐵路去犧牲呢？點解我哋唔明白？我哋係堅持不遷不拆嘅。最後今日嘅明報喺度講，高鐵項目發展已經好似一支箭喺個弦上邊嘅，不得不發，因為政府稍後就會去財委會裏邊申請撥款，除非唔夠票可以拯救我哋嘅命運，除非兩個字對我哋重唔重要？到底有冇除非呢兩個字出現？有，就係有除非呢兩個字，就係因為你哋有除非就代表有公義、有民主、有少數人係不被犧牲嘅可能性。請問你哋會唔會支持呢一個可能性？會唔會？最後多謝你哋。最後我哋想話俾你聽，對於呢個問題，我哋回答得好痛苦，就係話到底幾多錢你哋先想走？今日我哋能夠再做一次俾大家啫，請你哋跟住我讀，家可以千世萬代，家可以千世萬代，錢只是過眼雲煙，錢只是過眼雲煙。將你哋手頭上嘅好多嘅1000蚊撕掉佢，劈翻俾政府，劈佢出去。家可以千世萬代，錢只是過眼雲煙，家可以千世萬代，家可以千世萬代，錢只是過眼雲煙，錢只是過眼雲煙。我交翻俾主持人同我哋唱歌啊！多謝傳媒嘅支持，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都講出兩句，今日呢條鐵路我哋嘅受害者，好啦。